大家好，隔咗咁耐，終於出返香港巴士系列嘅片，今日就嚟介紹兩條屯門同埋元朗人都一定識嘅路線，佢哋就係九巴960同埋968號線。喺條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，係咁我哋即刻開始。1997年4月30號西隧通車，下一日九巴就開辦西隧快線960，來往屯門建生村同埋灣仔碼頭。當時汀九橋仲未通車，所以960係行荃灣路同埋葵涌道，跟住再行西九龍公路同埋西隧去港島。喺港島嗰邊就行德輔道中，就唔係而家嘅干諾道中。當時西鐵仲未通車，960又係大西北第一條全日過海路線，所以960成為過港島非常重要嘅交通工具。喺投入服務嘅第一個月，平均每日客量係10600人次，而960當時其中一款主要用車單嚟設巨龍計，即係一日就可以坐滿80架巴士。運輸署有見960咁好客，即刻就將原本諗住等大欖隧道通車先投入服務嘅968都提早7個月投入服務。1997年10月19日968號線投入服務，來往元朗西同埋銅鑼灣天后。大欖隧道通車之前嗰7個月，968喺去到博愛交匯處之後，會行元朗公路南段、屯門公路同埋荃灣路。1998年5月26號大欖隧道通車，968隨即改道大欖隧道同埋汀九橋。同一日968延長服務時間，1個月後968改用新通車嘅青朗公路，唔再行荃灣路同埋葵涌道。2001年4月968開辦特別班次由公園北路單向開往銅鑼灣天后。2003年7月特別班次唔再行元朗大馬路。2008年特別班次改經元朗南，呢個特別班次由開辦嗰陣每日得2班，去到而家已經有10班，所以呢個特別班次都好多人捧場。兩條路線90年代開辦到而家，除咗968啱啱開線嗰陣，因為未有大欖，所以要行屯公之外，個雛形同客流基本上都冇變。2013年屯公轉車站啟用，成為其中一個最繁忙嘅轉車站，所以都唔少乘客搭其他車去到屯公轉車站轉呢兩條路線。我哋先返去960號線，喺呢條路線開辦之後，2003年西鐵已經通車，但係960嘅走線就同屯門站有啲距離。雖然960沿線都幾乎係輕鐵站，只係輕鐵嘅速度本身就已經唔快，搭西鐵又貴。如果我由迎豐園去怡和大廈嘅話，960可以一程直達，車費係24蚊。港鐵嘅話，先唔好話要轉咁多次車，好麻煩，車費係29個3，車程其實同960差唔多。加上繁忙時間地鐵有幾逼，你哋都知啦。所以論整體嚟講，960唔會差港鐵太多，非繁忙時間甚至可以快過港鐵。咁968呢？呢條路線係行元朗大馬路同埋968停站嘅位，主要喺港島。如果係去中上環一帶嘅話，速度都唔慢，所以呢兩條路線嘅客流好高，幾乎全日都係開10至12分鐘一班車。即使西鐵通車，佢哋作為唯一一條嗰區過港島嘅巴士線，加上港鐵咁貴，自然就唔會落伍。喺呢兩條路線，每個平日都載住無數個打工仔返工嗰陣，政府就喺2023年8月實施咗一樣叫三隧分流嘅物體，將紅隧同東隧嘅收費上調，跟住下調西隧收費，務求令到紅隧同東隧冇咁塞車，但係要呢兩條隧道冇咁塞車嘅代價就係西隧越嚟越塞車，本身就已經塞埋屯公嘅960同埋塞大欖嘅968首當其衝，行車時間越嚟越長。本身起西隧就係為咗俾西九龍啲車可以就近過海，但係而家就要承受埋嚟自東九龍嘅車流，加上中九龍幹線啱啱通車，來自東九龍嘅車可以直接用觀塘繞道駁落中九龍幹線，
跟住直落西隧。雖然話更加方便唔用東區走廊，可以多一個選擇，但係西隧嘅壓力就會繼續增加，所以話三隧分流只係將紅隧同東隧嘅車流擺落西隧道，啲車流從來冇減過。今次就簡單講咗960同埋968嘅歷史，同埋佢多客嘅原因，都簡單講咗三隧分流點樣影響到呢兩條，同埋全部9字頭嘅路線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開啟小鈴鐺。想我下集講咩嘅話，記得喺留言區度留低你嘅意見啦。係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